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6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69天。虽然普京给前线5-6万俄军也就是库尔斯克的俄军下了死命令，在特朗普就职当天必须把库尔斯克夺回来，把乌军赶出俄罗斯的领土。但是即便是谎话连篇这种虚假信息非常多的俄罗斯媒体他也不得不公开承认在库尔斯克前线俄军精锐和朝鲜的精锐风暴军团没能完成普京的任务，他们完全被乌克兰的现代化武器所压制。原本是俄罗斯在进攻乌克兰的军队，现在他们自己变成了被围攻的状态，也就是从揍别人到被别人揍。这个乌军刚开始在库尔斯克占了将近1000平方公里的这么大一个地方，后来由于俄军在这个普京的一再要求下进行人肉冲锋进行反攻，夺回了几百平方公里。但是1月份这乌军又来一次大反攻，再次将占领了库尔斯克土地增加到了1100平方公里。根据俄罗斯媒体说法，俄罗斯已经没有先进的装备对付乌军从西方获得的这些装备。1月22号，俄军继续沿库尔斯克乌克兰突出部发动进攻，但未取得确认的进展。一名俄罗斯军事博主称俄军已到达苏贾市的南部，但这个战争研究所尚未发现这一说法的证据。俄军继续对苏贾西北部叫波格列布斯基附近、苏贾南部马赫诺夫卡附近以及库里洛夫卡内和西部发动地面攻击。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在马赫诺夫卡附近和苏贾西北部克鲁格连科耶附近发动反击。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车臣的阿赫迈特营正在苏梅州附近进行侦察行动。根据乌克兰军事情报总局的说法1月27号，情报总局的攻击无人机在库尔斯克州叫特金诺附近击中一台俄罗斯卫星设备，俄军损失惨重这个卫星设备什么亚马尔401亚马尔402和亚马尔300卫星。俄乌双方目前在战场上恐怕双方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一些突破。正好现在又是寒冬所以双方这个重心从这个战场上部分的转移到了外交上面，变成和谈，为和谈开始这个博弈做斗争。所以战场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个俄罗斯打了8个月的波克罗夫斯克，也就是红军村到现在也没能拿下。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提供26亿英镑的资金援助，这些钱来自于俄罗斯冻结资金产生的利息。另外，英国将向乌克兰援助150门火炮和新型移动防空系统。这个瑞典加入北约以后现在对支持乌克兰也十分积极。瑞典宣布出资帮助乌军生产远程导弹，也就是说乌克兰它要生产自己的远程导弹，可以打击俄罗斯的腹地这个是真正的给乌克兰递刀子。1月23日消息，乌克兰外交部代表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位外交部代表表示，至于总统计划中剩余的具体金额，让我们关注事态发展以及乌克兰和美国之间将如何进行接触。前几天这个特朗普不是签署法律吗？暂停对其他国家的所有援助项目，为期90天。按照乌克兰人的说法对乌克兰的援助不在这个暂停之列。瑞典不仅要帮乌克兰造这个远程导弹，还援助大量的 CV90 步兵战车。2023年，瑞典向乌克兰提供了约50辆 CV90 步兵战车。同年9月，瑞典和乌克兰达成一项共同制造1000辆 CV90 步兵战车，而生产的步兵战车将交由乌克兰使用。乌军现在已经使用瑞典援助的 CV90 步兵战车进行训练。很显然这个瑞典人不是仅仅把武器援助给乌克兰就完了，他是帮乌克兰生产，他出钱就在乌克兰生产。无论是 CV90 步兵战车还是远程导弹，都由乌克兰自己生产。那瑞典援助的越多，乌克兰的实力就越强。泽连斯基还说我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讨论了继续向我国提供援助的问题。我们非常感谢瑞典为支持乌克兰所做的一切，
特别是加强我们的防空能力和投资国防生产，进一步加强乌克兰谈判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为整个欧洲带来公正持久的和平。欧洲真理报报道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上宣布，其与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签署了一项长期合作与支持的双边协议，该协议有效期10年，包括5个部分：安全与防卫、政治合作、人道主义援助，在未来俄罗斯发动攻击时的合作以及最终条款。泽连斯基强调啊，自全面入侵以来，阿尔巴尼亚一直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并将在协议的10年有效期内继续这样做。阿尔巴尼亚还为战斗机联盟做出贡献，不光是阿尔巴尼亚啊，连这个塞尔维亚现在也开始远离俄罗斯啊。泽连斯基在达沃斯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塞尔维亚同事讨论了欧盟一体化的问题，这是两国共同目标。他补充说持久和可持续的和平必须得到强有力的安全保障的支持。我们国家的立场保持不变，没有乌克兰的安全就没有乌克兰。也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原小弟塞尔维亚的总统武西奇现在跟泽连斯基俩眉来眼去的，开始勾肩搭背，这个让地保老人情何以堪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无论美国做出何种决定，欧盟都将持续支持乌克兰。无论美国政局如何变动，欧盟将持续为乌克兰提供所需的支持。据自由电台记者报道，1月2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中做出这一表态。冯德莱恩强调他说我们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近1300亿欧元的援助，我们将毫不犹豫地继续支持乌克兰，不管未来发生什么。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乌克兰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由乌克兰自己对其领土做出决定。他的声明是在特朗普重新掌权美国的背景下做出的。特朗普在他再次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就宣布减少国际援助的决定。在提及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强调了对话的意愿，但前提是这一对话必须建立在原则之上。冯德莱恩表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早加入有关共同利益讨论，并做好谈判准备。我们将保持务实态度，同时坚守我们原则不动摇。总之欧盟也就是说，无论你美国怎么弄，欧盟都要支持乌克兰到底。不光欧盟这整个欧洲实际上态度是一样。你说欧盟的时候容易把英国给漏掉。那英国什么态度呢？根据《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反对特朗普承诺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英国高级军官认为，敌对行动的结束将有助于俄罗斯重新集结，巩固其地位，并增强军事实力，从而导致新战争的开始。唯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最大限度的军事援助，并在战场上彻底击败俄罗斯。你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的判断这几百年来英国人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你现在跟俄罗斯玩绥靖，即便现在停火，几年以后还要爆发更大的战争。唯一的办法就是这个时候再加把劲，彻底击败俄罗斯，拖垮俄罗斯，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祸害。任何绥靖和谈，表面上看和平了，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这是英国人的态度你看那个斯塔默上任以来第一次跑到基辅，就签了个100年的协议，而且每年给30多亿英镑，加大援助力度我们再看看法国根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在巴黎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必须比以往更加努力地捍卫自身主权。他还说巩固欧洲团结以支持汽车、钢铁、化工等关键行业具有重要意义。马克龙说，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后，欧洲及我们两国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发挥作用，以巩固一个团结、强大且拥有主权的欧洲。这个马克龙和舒尔茨两个人呢，这真正的是欧盟的两个大国，一个是经济大国，一个是政治大国。在欧盟内部，他们已经意识到，而且要采取行动，要增加欧洲的主权，要巩固欧洲也就是说，欧洲的安全不能交给美国人，得自身强大。那欧洲的安全，实际上你就要考虑到乌克兰的安全。乌克兰是个突破口如果乌克兰失败了，欧洲还有个什么安全？乌克兰拿领土换和平，那就意味着欧洲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以此类推以后什么波罗的海三国、波兰，你都得拿土地换和平，对吧？你们那些好的港口都得交给俄罗
斯人。这个北约的秘书长早就说过了，你们欧洲人呢，要么跟俄罗斯反抗到底，要么你现在就学俄语。欧洲做好战争准备，俄罗斯也不会退缩。随着与莫斯科的紧张局势升级，欧盟领导人发出警告，国防开支必须大幅增加，而且要快速增加，就是马上就要增加。因为这个特朗普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撒手。欧盟高级外交官卡拉斯明确表示，实力是普京唯一听懂的语言。就这个卡拉斯啊，他也承认欧盟这些国家的军费开支太少。他说这个特朗普说的对，有道理。特朗普总是批评啊欧盟、北约这些国家，军费开支太低，希望他们能增加到5%， GDP 的5%啊。那这个卡拉斯现在啊，他也同意这观点，所以他号召啊，他呼吁欧盟这些国家要赶紧尽快提高军费，欧盟必须尽快增强军事能力，摆脱对美国保护的依赖。这个波兰人呢，那对俄罗斯是更加痛恨啊。波兰现在呀，又开始积极的援助乌克兰。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波兰近1-2年都没有怎么在援助乌克兰，现在又重新开始啊军援乌克兰。这个波兰总统杜达说啊，我希望普京向乌克兰及盟友祈求和平，也就是啊，希望俄罗斯被打败。这个恐怕是欧洲，尤其是东欧这些国家的心声呢。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说啊，朝鲜将于2025年向俄罗斯提供150枚短程弹道导弹。布达诺夫还透露，预计平壤将向莫斯科运送约120辆鼓山170毫米自行火炮和120套240毫米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看样子这个司令官呢，把自己跟普京绑的是越来越紧了，这是典型的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进来呀。特朗普啊，就任美国总统，已经好几个24小时了。特朗普说他一上任之后24小时内俄乌实现停火，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笑话笑料。不过也没关系，特朗普出现这样的事情呢非常多，他经常就是嘴上这么一说，能不能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随时可以一风吹啊。特朗普的翻脸比翻书还要快，或者说特朗普的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上他没有那个实力，他很难做得到。但这个不影响特朗普啊，他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他要实现俄乌停火。所以这个特朗普啊，给普京写了一封劝降信，劝普京投降啊。他是这么写的啊，他说啊，我并不想伤害俄罗斯，我爱俄罗斯人民，与普京总统的关系一直很好，尽管激进左翼制造了俄罗斯的骗局，那不就是让俄罗斯再次伟大吗？这个可是地保老人自己喊出来的，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现在已经展期了啊，展成给他40年还强大的俄罗斯。特朗普说啊，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俄罗斯帮助我们赢得了第2次世界大战，在此过程中几乎有6000万人丧生。他说话虽如此，我还是要帮俄罗斯和普京总统一个大忙，俄罗斯经济正在衰退，现在就解决，停止这场荒谬的战争，情况只会变得更糟。如果我们不尽快达成协议，我别无选择，只能对俄罗斯向美国和其他参与国出售的任何商品征收高额税收、关税和制裁，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吧。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永远不会开始。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也可以用困难的方法，而简单的方法总是更好。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时候，不应该再有生命损失了。你看看啊，特朗普他想法还是好的，希望实现和平。这种无意义的战争啊，无谓的战争早就该停止了，但是奈何普京他做不到啊。他现在明明是战败的状态，他无力改变现状，但是他又要占领人家领土，这叫贪心不足啊。这个特朗普啊，他本来啊本意是要给俄罗斯拍拍马屁的，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呢？是因为二战呢，你帮我们赢得了二战。结果俄罗斯人可不领这情呢。这个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答克里姆林宫如何评价特朗普关于二战的言论时说啊，我方认为这一数字与我所掌握的数据对不上，也与本大陆历史学家数据对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同意总统先生说法。但别忘记，特朗普总统早前指出，美国和欧洲之间有一大片大洋，但是也是一片海洋。对于美国来说，战争、军事行动以及数千万人的死发生在另一个大陆上。佩斯科夫指出啊，我们的国家苏联在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历经千辛万苦，为取得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佩斯科夫说啊，美国确实提供了帮助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支
此时往往伴随着商业目的。对美国而言，这始终是一个生意。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普京总统上任后，根据租借法案，完成了对美国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所提供援助的偿还。就是特朗普本来想给这个俄罗斯表功啊，说你们二战死了6000万，但是这个俄罗斯人不领情呢，说你夸大了，我们一共只死了2700万。然后我们是在美国帮助下，我们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不是我帮你美国打败了法西斯，那就是主体地位，对吧？跟法西斯作战的是我苏联，不是你美国，美国只是帮忙，而且你帮忙还得是赚钱，而且苏联跟美国的租借法案的钱，普京已经还完了，不知道还俄作何感想？普京为什么把美帝的钱都还完了呢？斯大林不说不还了吗？那还是说明普京这个膝盖比较软呢，这不就跪下了吗？普京的这个膝盖软啊，这个是有原因的，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俄罗斯应该是4次要加入北约，只不过人家不带他玩，其中有一次要加入北约的理由，那更是让头部黄俄难堪了，让加特老师、胡锡进老师、维维老师颜面扫地啊！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啊，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曾向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理由是黄祸论啊，就是被黄俄啊给整得不行，叫黄祸论。他同时希望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以便更好地实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黄祸论呢，既认为黄种人是世界的祸害，又称黄种人威胁论。其论调起源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初成为西方主流论调。在二战后逐渐淡出西方主流视野，但在冷战结束后又沉渣泛起，也就是俄罗斯人又提出黄祸论。他加入北约是为了对抗这些黄祸。这黄祸是谁呢？加特老师和胡锡进老师啊，维欧老师最好照照镜子，就知道黄祸指的是谁。幸好啊，北约拒绝了叶利钦的请求，北约对俄罗斯的意图持保留态度。后面还有3次啊，是普京总统啊坚持要加入北约。关于特朗普要调停俄乌战争，对吧？一边给乌克兰施压，一边给俄罗斯施压。但即便这样，这俄罗斯人呢，尤其俄罗斯的精英也不念特朗普的好。你比如说啊，这个杜金呢，作为俄罗斯的大脑，什么普京的导师啊，他就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他可以通过意志的努力结束乌克兰冲突，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了解乌克兰危机的本质。杜金说啊，问题是在这儿吗？说特朗普根本不了解乌克兰危机的本质，他不了解俄罗斯的历史，他认为他可以靠意志的努力结束乌克兰战争，但他不能。大家看视频啊。Но здесь проблема в чем? Что Трамп совсем не понимает природы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Он не знает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У него, конечно, очень суммарный, очень общий и с запад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згляд на события по развалу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нимание наше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он может волевым усилием закончить украинскую войну. А он не мож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то минимальное, на что мы согласимся, это даже еще в голову не приходило, он даже вообще это н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И я думаю, что вот сейчас будет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момент. Перв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встречи или просто разговоры телефонные Путина и Трампа, где на нашем президенте колоссальная ноша донести до Трампа, что без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Украины от нацист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и без полной де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и денацификации Украины мы СВО не прекратим. Мы эту войну не остановим, пока не добьемся поставленных при ее начале целей. Это не программа «Максимум», это не какой-то чрезмерный лозунг, это наши жизне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Потому что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такой антиросси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ую угрозу, existential threat для нас. Причем именно так. Часть трампистов это понимают. Кэнди Оуэнс, тот же самый Такер Карлсон, Алекс Джонс и целая группа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ых сторонников, идеологов Трампа, они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росто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понимают и склонны к тому, чтобы решить ее в нашу пользу, то есть перестать помогать украинскому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му режиму. То есть есть среди трампистов и такие. Но, конечно, есть еще и инерция, есть еще и истеблишмент, и есть те, кто наживаются на войне или на больших военных заказах. Поэтому ситуация,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очень-очень сложная. То есть вот здесь как раз
перемены будут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ША к СВО и к Украине, но твердо быть уверенным, что это особенно быстро приведет к тому, что мы завершим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вот на это я бы надеяться не стал. 这就是俄罗斯人的逻辑啊，强盗逻辑啊。刚才欧盟的外交部长卡拉斯已经说了，这个俄罗斯人呢只听得懂大炮的声音，这样的国家你不把它彻底击败，那永远是个祸害啊。这个老黄俄啊，叫基尔金，也叫斯特列科夫啊，他正在登缝纫机啊，在监狱里面，他总结俄罗斯3年特别军事行动，说特别军事行动失败了，一切都很糟糕。他明确指出，普京的目标没有实现，战争现在发生在俄罗斯领土上，无人机瞄准遥远的地区，甚至乌克兰强大的武装团体积极性比战争开始前更高，集中在边境地区。也就是这个老黄俄啊，即便在监狱里面，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已经失败了啊。正因为这个老黄俄他的唱衰俄罗斯啊，唱空俄罗斯，所以法院拒绝假释斯特列科夫就要让他坐牢，坐马为止。普京要面子，大哥要面子，大哥还要里子，也就是他还要领土，他还要面子。现在特朗普给他写了一封劝降信啊，如果他就此坐到谈判桌前，那是不是很没面子？大哥希望特朗普求着他的谈判希望这个乌克兰跪下求着他的谈判，这样他面子给足啊。虽然普京迫切的需要停火，但是他要面子，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这封劝降信相当于打了迪波老人的脸。如果迪波老人这个时候走到谈判桌前，那不就说明特朗普说对了吗？说明他怕了特朗普，这个迪波老人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他们都想辙，看看怎么样借坡下驴啊。倒是泽伦斯基现在坦坦荡荡，对吧？人家要求你俄军退到2022年边界再说，也就是退到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前边界再坐下来谈。所以这个迪波老人呢，要怎么样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一个机会，赶紧坐到谈判桌前，这个恐怕要动一番脑筋呢，既不伤面子，然后又让大家看起来好像俄罗斯赢了，普京赢了。正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